不回，生命心难过，梦就该拖所有问题。炮粉啊炮粉啊无情的，对我温度渐渐退。怨叹啊怨叹啊无盼白，过去这段时间。这一句无输赔，就要找是免叫体死的话。炮粉啊炮粉啊无情的，对我温度渐渐退。怨叹啊怨叹啊无盼白，过去这段时间。这一句无输赔，就要找是免叫体死的话。会长，老师好，你歌声太好了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呢？你的歌声就有记忆点呢，这种就是出唱片的料，就是要发专辑的料。所以呢，你要从头开始，因为现在你还小紧张了，所以你今天就小小的小音准呐，还是播音上尾也是音收煞无水，都安尼啊，规首歌的感情啦、分寸啦，拿捏的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个很困难。我觉得真的这首歌你唱得很不错哦，谢谢老师，加油！徽昭，老师好。感情经历一定很丰富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你太诚实了啦，很坦白才呢。刚来哎，就被套出来。因为你唱这首歌哦，没有感情经历到某个地步哦，没有很强的性格去碰撞感情哦，唱不出这种味道。啊，当你唱出这样的味道以后，你这样这个味道会带入你的感情的，你在感情世界你也会这样子对待哦。啊，所以你要想办法哦，让这样的感觉只在情歌里就好了，不要在现实里，记不记得啊？然后你今天唱这个歌，真的是久违的那种情怀出现了啊，而且把这个情怀唱的是把你这辈子的这个经历都灌注在这个歌，让我们像时光隧道回到过去，太棒了，今天很棒。